我係專業財經主持曾子晴 Vivian 啊。喺呢個立法會選舉當中咧，我全力支持九龍中2號候選人楊樂軒 Leo，佢係一個專業實幹為社區默默付出嘅人。大家記得要支持佢啊！12月7號出動全家總動員投2號楊樂軒。喺阿軒過往嘅工作入面，我哋都收到好多街坊同我哋反映，而家香港嘅生活壓力真係太大啦。所以我哋政綱提出入面，首先要提升大家嘅幸福感，要有一個成就感嘅社區，同埋要增加大家對社區嘅歸屬感。所以我哋提倡要出售公屋，增建居屋，俾翻個置業階梯大家，等大家可以留區工作。第二，亦都要增加大家嘅成就感，有足夠嘅本地崗位去幫到手。香港一定要有一條真係俾青年人上進嘅路。最後嘅歸屬感係希望有更加多嘅公共空間可以俾翻大家。我哋要透過活化校舍、活化一啲空置嘅設施，去俾到更加多嘅公共空間大家。請大家喺12月7號支持2號楊樂軒，多謝各位。